OK， 有时候我没有接电话或我没有回复，是不是因为呢？因为你想象一下，要打死那条龙的时候，结果我死掉了。哇，这个真的超级无敌丢脸，这是关于到我的声誉、我的名誉、我的面子。对方道歉居多，不管什么事情。我从来不道歉，因为我从来没错过啊。Tonight I want you. Tonight I want you. No News 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林明珍。我刚发行了我的最新 EP 雾，里面收录了3首不同曲风的歌曲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只是我属于比较吵架，我是那种冷战型。冷战型。其实也是那种被动型冷战，可是又很希望对方主动过来找我和。就是把家里所有的那个瓶盖类都扭紧，然后找借口去找他，说你帮我开。哎，也没有到这样。冷战型，然后就怎么样，就是都不理他，撑到最后。所以都会是对方道歉居多，不管什么事情。我从来不道歉，没道歉过，因为我从来没错过啊。你都打什么游戏？最近都打《魔物猎人》。哎，我把我的 ID 放出来，然后大家都来加我哎，然后我打得超顺的，升好快哦，全部都是很厉害的来帮我，帮你，然后公开 ID 之后才会，然后朋友都进不来，可以这样讲吗？是。然后我每次都是说，哎，我现在开了，然后我说好开，赶快加，然后说好我在加了，他说卡住了，进不来。天哪！所以最多有挤过多少人啊？那个群？因为他最多只能容纳16个人，所以他就满了耶。就好像我会打电动哦，如果对方不会打电动，他不会知道打电动的那种心情。就有时候我们一打起来，真的没有办法接电话。当我没有办法接电话的时候，对方就会说：“啊，为什么以前你都不会这样子了？现在你真的这样。”最怕。OK， 有时候我没有接电话或我没有回复，是不是因为呢？因为你想象一下，我跟另外3个人组队，我们在这个游戏里面只能死3次。如果我一不小心接了你的电话，我死1次；我不小心回了你信息，又死1次。哇！然后过后你又打来，我又那你看，这如果我死1次，我都已经觉得好丢脸、好尴尬，我害了我的队友，全部花那个时间来进来，然后好不容易要打完要打死那条龙的时候，结果我死掉了。哇，这个真的超级无敌丢脸，这是关于到我的声誉、我的名誉、我的面子。大家好，我是林明珍。 Tonight I want you. Tonight I want you.